满山花蕊也长开，快乐春天时。手来牵手跑山轮，沿路笑眯眯。黄昏落山也做阵，合唱着歌词。若想起细汉伊是迄个朋友，一个朋友啊，啥物人袂来思念可爱的故乡。这出家戏一日，孤单心酸悲。徛在厝后客船花，暗流目屎滴。看见山顶红日头，犹原叹稀微。若想起细汉伊是迄边山轮一粒客花啊，啥物人袂来思念可爱的故乡。异乡暗暝又落雨，孤单徛楼房。突然听见遥远的叫声，心茫茫。大兄醒来为怎样？伤心目眶红。若想起细汉伊是迄个眠梦，一个眠梦啊，啥物人袂来思念可爱的故乡。道噗噗声，怀念阮的乡里。自从离开来到异乡，已经过数年。阮想起细汉迄时故乡的代志。小白彼时，唱着迄条山明水青的歌词。你看卖，请你看卖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。黄昏景色，水啊双双，像桃源仙境。月亮光夜暝，大家倒来海边，唱歌跳舞，欢欢喜喜，袂记也见亲。想迄时，人人讲阮的手甲会跳。
阮也唱着有声南渡送面水青的歌词。你看覓，请你看覓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。月也海景，报道文明故乡的海边。爸寄来批示，讲伊掠着大尾乌鱼，好运着在你，真欢喜，予阮一时爽快有元气，阮也唱着有声南渡。山明水青的歌词，你看覓，请你看覓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。大鱼小鱼游来游去，阮的故乡南渡。山明水青，山明水青。你来了，北投温泉。哦，好，要去要去呗？对焦。对焦。哦。饮料旁边没当来哦。哦。哎，一下，冲水脱水。来对后。哦，行，来去。往前啊。鞋子拿去，这个放，这有鞋子。好，谢谢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还谢谢。好，我听一听。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哎，还再叫起，OK， 1、2、3，来，好，休息。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。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这是北投哦，水哦，你俩这走呀？哦，这较早拢古早的迄个。这大概是个台湾人个。当然，日本人去的啊。哦，休困的。温泉。真好势，进去。好，高玲啊，请问那个来这到位啊？拄下迄小浴室。拄下那个是小浴缸。拄下阮两个洗一摆，洗感觉袂歹。洗空气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这介绍对只行。这个是啊，大浴室，较早大窟的，吼，大窟的。对啊。台北搞这边才洗风水吼，哦，本来你看，看这走呀？哦，古早你看。古早，总该是。北投啦，古早北投就是安尼啊。系啊。陆军啊，迄个啦。哦。这工作是这个啊。哦，你看啦。哦，这都唔知有这物件呢。等一下去下这个北投儿童乐园，刚才下来看这个，我没去过。哦，没去过哦，我来看看。哦，这边啊。哦，北投车头呢？
哦，这较早紧啊！哎呀呀，这拢无来，我住这久，我唔捌来了。啊，咱实在有影，我唔捌来了。啊，你看这，咱这拢200几种，有情绵绵啦。吹出秋要放我飞，记你年岁出。好，哎，等等，哦，哦，这个是爱看就到了。啊，这嘛你在家？你在家。爱讲梅亭，哟，这个哟，梅亭啊，这个咱朋友个梅亭。这拢较早日本时代有的物件啦。情缘路。情缘路。青明路。会馆。对。梅亭你要行右下，你要梅亭来，哦，行来去吼。啊，这是汤，这是泡温泉呢，这是要票你泡呢，哦，那个不是巧克力啊，哦，了解，会员米糕哦，啊，这是买票了，没有花生哦，哦，一张40块尔呢。 40块，你内底，这温泉，回玉吧。我今日去那里没停吼，现在无咧摆在来吼。腰带，你说啊，你20块。哦，20块。我们查一下，他这里到底是怎样？行，没停哦。那这边没停，这边呢？哦，现在往这边到呀。这是鱼肉刃哦。哦。梅亭哦。哦，这个是。应该以前会有很多梅花。嗯。哦。曼牛。哦。啊。哦。哦，这因处理好。哎呀，这到位啊嘞！啊，看到吗？到位。20年没来了。哦，足久啊。俱乐部。啊，那这样变啊。啊。哎，咱这哪个到位啊？大门啊吼。对，和地热谷公园的入口。较早外口拢咧卖两环沙，现在无啊。现在无，比较行入来。那边危险。啊。哦。咱们好像都按那个。对，来这里边哈，好来对。你话是安尼，哦，这较早甲这人无共啊，无啊，较早是圆嘿嘿安尼，钱开了就好啊，哈，设计就好啊，吼。这样嘛，就不该来安尼。地热谷小埔。真的有。怎么去做规划啊？地热谷小埔，景点。最什么啊？较早沙拢大家拢来遮，伊围起来啦，围有水啊，袂安尼逼出来，咱那变成一个湖啊。我这伊这围起来哇，较早无嘛，哦，啊无水水在呢。变青色。变青的吼，啊这骹这草无救啦，无退啦，吼，真的很像大永谷哦。啊，大永谷也是这样子啊，它也是那个啊，硫磺啊。哎，就这样子。较早伊无水无围起来嘛，啊去流去嘛，啊这水围起来就走袂去啊，吼。较早会当互咱入去内底安尼散热啊，散热啊，温度。哦，对不？这哪边是什这边哪里？哦，哎呀，不。这就是安尼看得到。风吹过来，不，神仙住的地方。啊，顶管有人住厝的所在。到这边走。所以感觉没有很烫。
啊，你咪去看到你者，有去了你唔得是吧？我们可以自己拍着那个啊，走啊。现在大人玩的时候才，跟我小时候玩的时候，年轻人玩的时候还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你就看，他就是这样，边走边就有这种有这感觉。好，感谢万英哥啊，正着头，你好，好，来，搁继续。哦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有写啥？哦，简介啦。大家你看嘛者。哦，不慎受伤了，可能较早在杀鸡卵嘛。系啊。我不屑受伤。大家都学白撞啊，即卖人足无。啊，哦，你安尼行，行足有迄落吼。对，就有感觉。就有感觉吼。哎，真的很像在介绍旅游书，有没有？嗯。哇，安尼这边就有感觉。这一次来的地方是真的是，也是20几年没来的地方。哎，起码都在回忆的地方。在回忆啊。年纪大了都在回忆。回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年轻。不是，就感觉自己很老了。很老了，但是也让你们感觉。以前的地方。以前没来这里是杀鸡卵，现在不同，袂使杀鸡卵啦。对啊。嗯，你看。要食鸡卵去外口。要食鸡卵，袂杀，所以讲较早有杀鸡卵谈到。哦，对嘛哦。对不对？哎，啊，个较早要浸卡。嘿，即嘛嘛袂当。较早要浸卡。即嘛嘛袂当。对个，较早要浸卡，浸卡你也谈到了，啊。即嘛要浸卡，看你去日本的哦，日本才有。现在要浸手，对不到。我还手摊，很好，个足烧的。安尼这样渐个出来。出来，咱们去北投儿童乐园看看，到底多国家。今天让你们回味一下地热谷的感觉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就这样子哈。好，坡这是。这个来啊。坡这是。北投灵泉山，哦，这条山叫做灵泉山，吼，灵泉山，好行，机会来到这，好。灵泉山。古晋呢？古晋呢？哦，古晋。好。因为咱拄啊本来文化同调的感觉。现在已经快要开完了。拄啊去不是是。不过很漂亮。哦，还记得呢？哦，哎，对。哦啦，哪行了？最好萤火哪看呀？哦，因为。我当哦，安尼看是偌水嘞个。哦，真水对。哦，真水。去哈。这样然后跟天空这样配。看他们的标价加起来其实也不贵。150。洗澡150。2个人500块也不贵啦。对啦，就是整天帮你打扫好好的，对吧？对呀。150就不贵。对，不贵。不贵。对啊。那你看我的影片不用钱。免收费。免收费。刚才我们去两个那个馆，一个美景，一个温泉馆哈，那个都不用收钱。安尼吼。对。安尼你建议你要点2个吃看，要吃来吃来，放个吃尝一看，好。要吃来两个好。对，那边吃看嘛，看有大味无？哦。温泉还有意打，来这吃吃。温泉还有意打。你提了什么？我拄啊，也是忍不住买了一颗温泉蛋，那温泉煮的红心蛋，我安尼。对，我已经备啊，那个撒一点胡椒加盐的哈。吃看嘛。吃看嘛呀，要稍微有点那个，有点。优秀啊！买来开过里面吃看嘛，你开过，哦，你安尼我，对。好吃无？请问。哦。好食，好食，再吃。你会当食看嘛？我甲你坐来。来，开始。摄影师。阿袂聊，等一下好。白光。做好你的表情。白光，我吃相很难看，所以说我要好吃。安尼有较好看吗？好食吼。好食。你要去再去撒那个盐，你不错，那盐撒下去，无同的，跟咱倒盐无同款的。好食。
这人看，然后我无食哦，恁大家无去啊？有时间来这食看卖吼，15块一大家个，半日游， 15真的可以半日游。 15块一个。欢迎大家来家，真的来半日游哈。新北投这边有改变，变得很多很多。好，你也吃了？我进来去要处理能看。我买温泉蛋。最重要每当随便整丢垃圾啦。日本时代的儿童园，请溜下来吧。对，而且很小的溜滑梯哦。好，日本时代好，日治时代。屁股卡住。啊，你有自动刹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儿童的哦。刚才屁股卡住，还稍微侧身一下，太夸张了。阿爸，你要不要去溜溜看？没，我这不行，老骨头了。没事。这手那个。你妈要来，在家哈。哎，这看人家去不看，去家看。哦，就水哦，水哦，哦，对，这修理起来较像有水。你看无？后边迄景南卖有地的，有水啊。够水。哦，你看这较早，你看迄围起来，你看，这是围起来无？你无讲对我讲迄个叫困难哈。围起来。啊，你看，啊你去看者，看者，你来较早要去看，甲一走的，走这到位啊？温泉博物馆的。有关，水哦，赞哦！你看这样，日本人也建设看。哇，好像你家拍。迄东京帝国大学设计的，哦，因为那个结构是设计的。你看迄张树好水，红红迄张个。系啊，迄张嘛。迄张开盖起来什么？嘿，安尼知影啦吼。以前今仔日下晡来到遮，坐捷运。坐公车，半日游，新北投半日游。24几年来的。对，改变很大，这真的奇怪了。又发掘一些新的东西。对。以前应该是值得没有来过的，过去都没有注意的。北投温泉，还有儿童，还有地乐谷，还有温泉博物馆，还有那个什么事啊？那你看这台湾大部所在大部多，那个是大部头。所以讲今仔日大家差不多做一个结束，感谢你的辛苦，因为一个帅哥甲美女做主持，20年几年无吃过。哦，啊，今仔结束，你看嘛？准备看 ND 节，世界节，我们在那个世界会馆前。哦。虽然日本人来讲起来，哎，谢谢。对，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据点，他们在采取剪刀石头布。你特别来这个等这家见呐，在这间中国。阿丽，你好。好，啊这样修出，修稍微看了完了，啊那边开始说再见了。感谢你。家里的新北投半日游，对面家温暖，大家变起来，温暖这样，我感觉更容易，跟人做这样观光交流。对，所以咱买去一下观光交流。对。啊，咱人不能老，那个对吧？珍惜。哦，修复古迹，开始边仔一个高了，那边放心哦。好，啊，今天介绍就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